今天分享3双包心丝蕾丝吊带丝袜，3双装才36，这双红黑撞色的很好看，大腿处是牡丹蕾丝花纹，厚度是3D 的，包心丝的比较容易勾丝，穿的时候要轻一点，不要大力哦，最好是戴手套穿，脚尖是加固的。这双是全黑的，这双是全白的，有些缝线处会有些许线头，建议的不要买哦。反正我是不介意的，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呢？哈哈，试穿一下吧。